我们大陆关这边哈，那么从最早期是大概是大陆啊、广东、梅县这一带啊，那个我们的先民，那辗转到台湾以后，然后到这个地方来定居开垦哈。那我们广湖村这边哈，就是说大陆关这边是标准的客家聚落。那近年来就是说，是因为婚姻关系哈，当然有闽南还有客家，已经就算是已经融合在一起了。那目前为止，客家还是占80%以上。这个是我们抢菇的照片。民国39年以前都属于盐埔庄，那个行政区域重划的时候才划为高速的。因为我们这边河流整个改道的问题了，就把我们从跟盐埔整个划开来，从这边去的，这边这样直直过去就是到盐埔。那个西谷琼班哈会终结掉，因为连续2年，那些年轻人哈抢那个不该抢的那个鸡啊，那个拜的鸡啊，抢去打牙祭了，所以那些大人就很生气，就不要办，就停下来。我们农业时代哈东西没得吃，也可以靠一个活动哈可以吃到自己想吃，很奢望的水果，很多东西我觉得我农业时代很多东西都是在树上看到的。我实际上没有经验过。我们那时候有西谷琼班可以玩，是因为我们的大人办给我们玩。当然以前是常态性的哦。我们现在变大人有能力，我们把小孩子找一些童年，就这个理由很简单的就把它办回来。然后我就忙了2年了，后来就还是回归第3年就回归庙里去办了。俺的西谷琼班的整个过程哦，西谷琼班只不过是俺所谓普渡，俺的普渡讲土菇，古有活动我都讲土菇。你有准备祭品来拜拜的人，你准备的那个祭品叫真菇、蓝斋，这个以前哦是白米糯米饭，白糯米饭。西谷琼班就是最后压轴了，就是所有土菇的活动结束，通缉到第3个醒杯，那个一刹那，小孩子就会去抢那个东西。我们这边郭小校长帮我最多了，因为他第一个是梯逢因系啊哈，有一些社会地位了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卖面的啊，所以我们要讲一些观念的问题啦，都很难，尤其有活动的问题更难。那我们一直觉得说这样的抢菇方式哈，在别的地方，现在我们大概看到的大概就是恒春的抢菇、头城的抢菇，但是他们那种是比较属于高难度菇棚竖起来的。大陆湾这种4菇抢板，它基本上它是属于比较所谓的比较原始形态的一种抢菇。我们这边算是旧大陆关啊，那新大陆关的话，包括好多地方，像隔壁的广新村，80多年前到100年前左右的时候是同一个聚落，然后是因为这个爱寮溪，因为洪水的关系，
啊，把它一分为二，啊，所以就变成那边一般人俗称那边是新大肉关，然后我们这边叫做旧大肉关。门口这只老大，你看它头上哈、有一株那个日春，它拔不掉呢。我尝试拔2次，它都就长回来呢。我觉得它很伤疤，又头上要插一只那个，又长出来，我就不敢拔了呢。我怕它晚上会吵我睡觉。石狮子目前有3座，以它出生的年纪来讲，称为老大、老二。现在看得到是老3。这个是一个地方守护神啊。我们住在河边，老村民啊有一个叫河巴，河巴就是溪底哈，河床的意思啊。好像就是我们镇水的那个一个守护神啊。我们这边1927年的时候又做水灾，南华更严重。那时候的南华人就采集了一门啊，妈祖庙那边因为南华妈祖庙就采集了一门，就讲我们大陆关的石狮哈，把水做过南华，然后他们怀恨在心啊，要保护那个老二石狮，他们就请教那个神明，那个妈祖就指示他们，只要在他屁股上钉个洞，好，他就破功，所以他们就找一个机会，半夜就来把他屁股钉个洞，然后老二就从此就破功。好啦，你嚟個用柴係咧，幾隻柴係咧？你係幾隻？哦。天氣主神啊，地氣主神啊咧，啊我落過去遐好啊，就請入來，啊就教我迄個廟遐起歌，啊才就開始拜。用年練月拜，用啊練狀，啊做練元人，啊屬意啊做練用人，用年都有百至少，哦，眼都雖然眼細嘅，啊條牌上牌你請現，條牌上牌你嚇南路腰做開，要從網絡呢啦。他们把祭品搬来拜拜，两边，好非常的珍贵。公板也就是拜拜。哇，12啊要昆約嘅，啊要特同佢嘅，要人家公務員嘅時間啊，把架槍啊出來。大家都要準備衝呀！啊，政府呢，天呢給他簡單。所以搶鍋我們知道，就是說以前就有，就是常態性的，它就是吐骨的過程的其中一個環節這樣，它就是戲骨窮辦，就接續就把整個那個活動就做一個了結這樣。理事长、校长，来一起来！啊，今由台湾省下仓水屏东县郭树阳广福村孙天强，有举办那个中原普渡庆赞中原水陆融入河乡河市，路过下七级主神文章有抢，抢到铜钱的梁树。我今有准备那个金鱼之前。哦，是滨江河文化，哦，本来河乡河市，哦，来趁帮那三府，哦，写书面，哦，抢了稻草的梁树，哦，福建安这位河乡河市，哦，水陆两路河乡河市无主股份，七级主神，今后呢，台湾省下仓水屏东县郭树阳广福村孙天强，
一个今年主仆71人、72人来认账，李登亮、陈耀春、俺主任委员李作通、共福村长陈立茂、社区理事长王明昌，俺共兴共和管福来国社会校长王启言，同街合作认证呢有前期拜下。然後呢要準備金金元錢，強硬打開呢啲金裝玉庫嚟同人數量啊！还有小孩子就是那个冲动啊，在期待啊，那个感觉。以前的食物较无，食物较无遐冲动，现在没有，现在我们就看人家一样摸彩线，有个内底，你囡仔抢着，再最后兑奖啊呢。中年夫妇，俺哋半咩话都要顾翻嚟嘅人咧。好啦，你中間走啊，你一齊買吧。这个就不要说人人有份的啦，哈，就做饭人都内在有份啦，哈，分分无亏，分分无亏啦，哦，内在强者不能全拿，哈，尼弱者不能全无，就做个，哦，大家圆满就做。
前哈，你抢到手的东西还会被抢走，所以不是这样就会抢到手啊，还要会保护，要怎么去保护啊？还会想，其实整年哈快到的时候，你就会去想，我抢到的时候什么东西要怎么抱住，才不会又被抢走这样啊？你看多期待哈！我觉得做文史就是我最大的兴趣。以前听着老人家讲，归旧以前，头摆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我们问他，来我问结果，多大是讲是讲哪旧啊？反正就归旧的啊，归旧是哪旧？现在换我跟老人家讲哈，就是都会讲时间，那个就是我的兴趣点，就是把那个时间点找出来。几乎现在目前全台湾你找不到第二个活动，所以他们具有他们文化的独特性，所以我们在地的村民也觉得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，就是他们觉得很荣耀，我们的村民慢慢找回到他们对文化的一个认同，跟对文化在地文化的一种骄傲。客家还有一点很重要，我常常讲一种精神啊，谁家的牛那天走失是全村人的事情，全村人要去想办法去把它找回来。所以我现在很希望啊，很多人可以参与我们的记录，自主性的让它变成又常态性这样才有那种意义啊，才有意义啊。我站起来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乡下都要推起来，就让它顺着就这样动起来。